考题中常常会出现问你的喜好、想法，你会怎么做？遇到这一类题目，你要能够学会自我表达。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一类题目的回答方式。问你最喜欢的东西时，你可以用这种简单的句型回答。我最好改，我最喜欢的。问题的类别是什么？比如是书或者运动等等。嘿，体育项第一个是什么？体育项第二个是什么？汉语第三项第三个是什么？我们来试一下这一题。请用自己位讲出你最好嘅3項運動。套用句型後，我最好嘅問題中的類別是運動，所以可以這樣回答：我最好嘅運動係打籃球、抽水，還有踢足球。回答的時間有20秒，可在時限內加上一些輔助詞，讓分數高一點。比如平常時我最好嘅運動係打籃球、抽水，還有踢足球。我們再練習一題，請用自己位講出你最好識嘅3種句子。問題中的類別是最好識嘅句子。套用句型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我最好識嘅句子係葡萄、西瓜，還有 tomato。回答時間有20秒，我們可以說比較長的句子。我當好識句子，最好識嘅句子係葡萄、西瓜，還有 tomato。